第45題選擇題啦。佢話香港喺聯繫匯率嘅制度之下咧，以下歐元對美元嘅匯率改變咧，會引致咩情況發生咧？咁我哋睇一睇啦。咁以往1美元咧就對0.8773歐元，而家1美元咧就對0.8965歐元。咁即係咧1美元咧，而家咧就可以換多啲歐元啦。咁即係美元對歐元係升值啦。咁喺聯繫匯率底下咧，美元對歐元升值，港元對歐元都係升值啦。咁相對地，歐元對港元係貶值啦。A 呢一點啦。佢話到訪香港嘅歐洲旅客嘅人數會上升，咁啱唔啱呢？咁而家歐元貶值喎，咁即係歐洲人呢，佢要用多啲歐元呢先可以換到港元，然後嚟香港旅遊。咁其實個成本係上升嘅，佢哋嚟香港旅遊嘅成本上升呢，遊客人數呢就應該係下降，就唔係上升嘅。B 呢一點啦，佢話歐洲出口去香港嘅物品嘅總值會上升，以港元計算，咁啱唔啱呢？咁而家歐元係貶值啊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香港人咧用少啲港元咧就可以買多啲歐元，同時間咧買多啲歐洲貨品啦。咁所以咧，以港元計算，以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咧，其實我哋買歐洲貨品咧個價格係平咗嘅。咁價格平咗，我哋買多啲，總值咧要視乎彈性啦，睇下邊個嘅百分比高啦。咁所以呢一點咧，我哋係唔知嘅。C 呢一點啦，美國出口去香港出口去美國嘅物品數量，咁應該係不變嘅，因為香港同美國嘅匯率係不變噶嘛，聯繫匯率底下。D 呢一點啦，佢話香港出口去歐洲嘅物品總值會下降，以港元計算。咁而家港元升值啦。咁所以歐洲人咧係較少購買香港貨品嘅，因為對於佢哋嚟講貴咗噶嘛。咁以港元計算嘅話咧，出口總值咧係會下降嘅。